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好味道、好味道 Maze Delicious 嘅頻道。今次揾食揾到去羅湖口岸啊！呢度有一個開咗3個月嘅新商場茂業天地，由羅湖口岸行過嚟都只需要5分鐘左右。而呢一個商場入面嘅食店好多都做緊7、8折嘅優惠啊！咁梗係去試下呢度嘅茶樓抵唔抵食，好唔好食先啦。首先一過咗關口，出到地面之後，一直行就會見到香格里拉酒店，然後轉右一直行，喺左邊嘅斜角位就係呢一個新商場啦。呢個商場嘅地下都有好多整牙嘅鋪頭，有人喺度拉緊客。入到去之後轉左，然後一直行，經過幾個鋪位之後，見到呢間榮耀電話店鋪，佢嘅右手邊就係搭 lift 嘅地方啦。然後搭升降機上去4樓，一出升降機之後就轉左，喺左邊就已經係呢間茶樓啦。因為呢個商場係新開嘅，所以好多食店都做緊全日7、8折嘅優惠。呢一間茶樓都唔例外啊！而假日嘅話都有8、8折嘅優惠。我哋都係因為呢個折扣嘅優惠，先至俾佢吸引咗入嚟食嘢咋。因為而家羅湖嘅消費都幾貴，特別係飲茶，可能佢哋知道香港人比較中意飲茶啦。今次見到佢7、8折嘅優惠，而且又新開，咁就試下啦。呢間茶樓嘅裝修其實都幾靚，係啲50、60年代嘅裝修風格，仲有啲樹木喺度做裝飾，所以感覺好舒服、好清新。而且佢地方都幾大，好乾淨，好令人感覺舒服。佢啲杯杯碗碗都好有特色。講咗咁耐，咁呢度咩價錢？有咩食先？其實佢呢度嘅嘢食都唔算係太實惠，但係佢有7、8折就會好啲啦。特點都要成20蚊，我都數過大中小點特點加埋都唔超過5個。茶錢就8蚊，房間就10蚊，要紙巾都要收返2蚊。頂點至到街點都要23至36蚊不等，但係佢呢度嘅炒粉麵飯都係42至48不等，而雲吞麵或者牛腩麵都係32至36左右。點心嘅選擇唔算多，而且價格相對比較貴，但係粉麵飯就價格可以接受。如果有埋7、8折就更加幾好啦。咁我哋2個人就嗌咗3樣嘢，分別係鮮蝦雲吞麵蒸點32蚊，賣相就真係似模似樣。雲吞都有5粒，但係每一粒都唔係話好大粒，味道都可以，上台嘅時候都係熱辣辣嘅，啲麵都幾爽口，所以都算好食。我覺得喺呢度食好過喺街邊嗰啲雲吞麵店，起碼呢度乾淨啲、舒服啲，仲有啖茶飲。另外，我哋仲嗌咗鵝肝醬黑豆腐一份，咁就46蚊。本身以為會好細碟，點知嚟到都真係幾大碟喎。佢啲黑豆腐都真係有20件左右啊！我就從來未食過呢啲咁嘅黑豆腐，所以今次都係第一次試咋。估唔到呢啲黑豆腐整得都幾好食，因為佢整得都幾惹味、幾入味，而且仲要係熱辣辣嘅。豆腐入面係比較嫩滑，呢啲黑豆腐係以黑豆做成，所以都幾有豆香味。所以都覺得好食。另外，我哋仲嗌咗一碟濕炒牛河，
因為香港好少有濕炒牛河，都係乾炒牛河為多，所以就試下濕炒牛河，48蚊一碟。乾炒牛河都係同價錢。呢碟牛河份量都幾多，牛肉至少都有7嚿啊，調味調得唔錯，牛肉又唔會太韌，啲食物嚟到都係熱辣辣嘅。順帶一提，呢度嘅辣椒醬係一啲蒜蓉辣椒醬，我個人就幾中意呢個辣椒醬啦。呢一日其實我係平日嘅晏晝1點左右去食嘢，咁全日就係7、8折，但係茶錢就冇折扣啦。食咗114個2毫8嘅人民幣，即係大概港幣120幾蚊、130蚊內啦。以午市時段嚟講，呢個價格其實都真係唔貴啊。雖然都唔算平，但我個人認為可以接受啦。因為喺羅湖甚至乎東門呢一帶揾間茶樓叫做價格抵啲，都比較困難啊。所以呢間都可以接受。今次就講到呢度啦，下次見，拜拜。如果大家喜歡我呢個頻道，或者想得到更加多抵飲抵食、好玩好食，甚至乎中伏嘅資訊，歡迎你留言、讚好、分享開去，同埋訂閱我呢個頻道。多謝各位支持。